大家好，我係阿力，今集嚟睇深圳書城中心城，我哋一齊穿梭書海，感受文化嘅脈動，從藝術設計到歷史哲學，應有盡有。坐地鐵3號線或4號線，喺少年觀站 C2 出口出。咁呢度連接住地鐵嘅通道入去書城裏邊啦。哇！入到嚟呢度就係咁嘅樣。入到呢層就係兒童書啦，同埋啲玩具都有嘅。天花板裝飾好活潑嘅風格，仲有五顏六色嘅兒童書。扶手梯側邊都有人坐喺度睇書。好，上面望下先。上面天花板有好大個地球嘅藝術裝置。哇！上到嚟呢度超大，好靚呢度。Elon Books 睇紙質嘅書，有書卷味先係正。有啲人就坐咗喺度睇書，呢一度都好靜。深圳書城中心城首創書店商場2合1 Book Mall 經營模式，圖書銷售、人文社科、藝術設計同科技書店等多個專區於一體，商品種類達30萬種。深圳書城中心城都能為你提供豐富多樣嘅資源同靈感，體驗緊最好嘅書城。上下喺呢度睇下先。藍色為主，閱讀空間都幾正。哈利波特嘅系列書，有張魔法地圖，仲有啲周邊嘅商品。圖書館出邊呢，仲有條樓梯上去上面嗰度。上到呢度呢，就係有啲餐廳可以食嘢嘅。同埋呢度可以望返落圖書館裏邊嘅。走上嚟呢度有條橋咯，呢個望落去應該好靚咯。哇，兩邊都睇到。右邊係圖書館，頭先嗰度。哇，左邊就呢邊就係文具嗰啲啊，賣嘢。好，行到嚟呢邊睇下，係咁樣嘅。我呢度就係大螢幕嗰度，有得坐嘅呢邊度。2層中廳。咁呢度中庭穿過呢，就係北區嗰邊啦。出去望下個環境先。我上到嚟就係呢度啊，好靚啊！
大個地方。掃近啲前面呢座嘢。咁我上網 check 過呢，就係前面嗰等黃紅色嗰度呢，就係深圳市民中心嚟嘅。上面都幾闊落，條路好長。哇！行到嚟呢度好正啊！呢度，哇！哦，出到嚟呢邊就係之前喺呢度睇呢個夜晚燈光秀嗰度啊，即係啲樓係咁有啲燈光。係啦，嗰次就喺呢度前面嗰笪空地嗰度睇。咁今日條片嚟到呢度啦，記得訂閱我頻道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